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喺人世間，我哋有時會為咗逃避現實而揀去欺騙自己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成語叫做掩耳盜鈴。呢個故事發生喺春秋時期嘅晉國。當時實力雄厚嘅智氏家族滅亡咗，好多人趁亂去佢屋企揾寶物。有一個小偷，佢喺智氏門口見到一個好精緻嘅大鐘。呢個鐘由青銅鑄造，手工非常之靚。小偷一心想將呢個鐘據為己有，佢覺得只要將個鐘搬返屋企就發大財啦。但係個鐘實在太重啦，根本搬唔走。於是佢諗到一個方法，打算將個鐘敲碎，再一塊塊運走。點知佢用力一敲，鐘聲一聲響遍咗成個村莊。小偷嚇到心跳加速，驚其他人聽到鐘聲走嚟找佢。喺呢個時候，佢諗到一個妙計。佢覺得如果自己聽唔到鐘聲，咁人哋都一定聽唔到。於是佢用力掩住自己對耳，繼續用力敲落去。掩住耳仔去偷鐘，鐘聲依然會傳到好遠。唯一被欺騙嘅只有佢自己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面對問題嘅時候，如果只係迴避事實，自欺欺人，最後只會令事情變得更糟糕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